好，我係陳詠欣做 Zoe Chan 拍攝嘅劇係2024年2月24號，相當之特別嘅日子啊！2024又係2月24，亦都咧係我哋中國嘅情人節，喺元宵佳節，祝大家有情人終成眷屬，亦都咧祝大家團團圓圓。今日咧就同大家繼續講下國際時局同埋本地時政。我亦都咧會由國際時局講起，去到最尾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一啲搞笑啲嘅本地時政，都有啲輕鬆嘅話題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國際時局咧就會講下美國嘅霸道。喺當地時間2月17號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慕尼黑安全會議小組討論到有關中美關係嘅時候咧，就爆出咗一句，而呢一句說話咧就引起咗熱話，充分體現咗咧美國嘅霸道。佢講咗啲咩咧？佢就話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nna be on the menu。意思即係話咧喺國際體系當中，如果咧你唔係坐喺餐桌上面咧，你就會出現喺個餐單上面啊。大家咧可能會覺得似乎都係一句無關痛癢嘅說話，有啲語無倫次添。乜嘢有餐桌有菜單呢？但係其實咧呢句說話正正咧就俾大家睇清咗美國嘅霸權，而邊個應該驚咧？就唔係我哋中國，而係美國嘅盟友啊！我都會同大家咧解讀一下，講翻一啲咧歷史事件嘅。另一個主題咧就係經濟啦。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非常之重視經濟啦。我哋嘅夏寶龍主任咧嚟到香港咧，都特別提及到有關經濟嘅問題。希望咧我哋一齊啦齊心協力咧係發展好香港嘅經濟。喺會見立法會議員嘅會議上面咧，我都有幸出席嘅。所以咧都知道咧，我哋嚟緊咧係要拼經濟。當然啦，先完成咗23條立法，令到我哋國安家安，自然咧就可以全副心機咧去拼經濟啊。而我哋嘅經濟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咧都係處於一個環球性下行嘅狀態。所以如果咧單純話我哋香港經濟數據下跌，就代表住咧西人話我哋香港已死論係中咗嘅話咧，咁就太過片面、太過表面啦。根據最新嘅富豪榜咧，我哋香港50大富豪嘅總身家咧就縮水咗9%。但係咧呢個都唔足以咧係可以話到咧我哋香港嘅經濟咧就係非常之差。因為咧大家要睇嘅話咧，唔單止淨係睇我哋香港富豪榜佢哋身家咧整體點樣縮水，亦都要睇下咧整體香港嘅經濟係點啦，同埋咧第二啲國家佢哋嘅經濟係點嘅。所以咧我都會同大家咧用一啲嘅指標咧量度一下，咁大家了解到咧呢個數據我哋都可以咧係分析出啲乜嘢嘅結論啊。最後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黃人首席 KOL 蕭若元點樣祝福我啊。大家都知道蕭生幾搞笑先得噶啦，佢支持嗰啲嘢咧，嗰樣嘢就死咩噶啦，佢唱衰嗰啲嘢咧，嗰樣嘢咧就好噶啦。今次蕭生又登啲咩咧？蕭生咧就質疑我唔係愛國者，仲話咧我係漢奸啊！我真係好多謝咧蕭登神嘅質疑啊！以佢一向講乜錯乜嘅作風咧，就算佢走咗佬去台灣都唔例外。仲因為咁咧，據東方嘅報道咧，都因為佢曾經咧即係股壇上面做過明燈，令到咧一啲台灣嘅黑幫大佬咧就損手爛腳，所以咧就打到佢咧都損手爛腳。仲要咧就餵佢食狗嘅糞便啊！蕭若元今次咧又登啦，佢咧就質疑我唔係愛國者，咁都表明咗咧唔使我反駁，大家都知道我就係愛國者啦。我有朋友咧就有睇蕭生啦，因為都知道咧佢係討論到我啊，唔係聽佢有啲咩精闢嘅分析啊，而係睇下佢咧幾咁語無倫次，當蕭生咧係笑話咁睇。而響佢登我嘅呢條片咧，都爆出唔少嘅笑料，仲虛構咗一個政治人物出嚟。呢個虛擬人物叫咩名咧？叫做黃秋北啊吓，好好笑。我都會同大家咧節錄咗影片俾大家笑下睇下嘅。留翻咧呢啲嘅笑料向片尾啦。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詠欣 Zoe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影片支持我嘅，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等更加多人知道黃媒同攬炒派唔想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可以幫手抵抗住啲小黃人入到影片度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睇影片一路讚好同留言支持我嘅，更加可以加入我嘅會員頻道，優先獨家睇到我嘅影片。追看陳詠欣，知清原因由開心。訂閱 Zoe Chan 同人論證使乜驚？
為期3日嘅慕尼黑安全會議咧，喺今個星期初就落下序幕啦。雖然咧會議聚焦討論點樣應對俄烏嘅衝突，同埋咧係巴以衝突等等嘅一啲國際安全挑戰，但係咧喺一啲西方政要嘅霸權思維之下咧，只能夠話咧呢個會議嘅成效咧係相當之有限，而且令大家記得咧就唔係俄烏或者咧巴以衝突入邊咧係達成咗啲咩共識，而係咧布林肯講咗嘅一句說話。喺當地時間2月17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就喺慕尼黑安全會議小組討論會議發言嘅時候就講咗一句，而呢一句說話咧就充分暴露咗美國根深蒂固嘅霸權態度。咁布林肯就話咧喺國際體系中，如果你唔坐喺餐桌上面，你就會出現喺菜單上面。咁其實咧呢句說話咧並唔係布林肯第一次講噶啦。喺2022年1月24號，布林肯咧曾經以視頻連線嘅形式咧參加過一個嘅論壇嘅，而喺嗰場嘅論壇上面咧，布林肯咧正正都係講到同一番嘅說話。去到今年2月17號慕尼黑安全會議小組嘅時候咧，其實布林肯都只不過咧係老調重提啊，重複咁樣講翻咧佢之前份稿啊，即係唔花心思去做功課，就咁喺度讀稿嗱。不過咧有讀得啱，亦都有讀得唔啱㗎嚇，都有照稿讀，但係讀得唔啱嘅蕭若元嘅，陣間都會同大家咧去片咧，等阿蕭生示範一下嘅。而呢句説話咧之所以引起討論咧，除咗係因為布林肯一再強調，證明咧佢唔係一時之快，證明美國咧係幾咁深信呢個理念，而且咧佢都講出咗當今國際體系一個令大家咧都覺得好難以接受嘅殘酷事實。雖然咧我哋人類嘅文明咧已經發展到相當嘅程度，價值觀同埋人民主義咧就成為咗國際體系重要嘅議題，但係國際體系最核心嘅現實主義嘅層面咧係赤裸裸唔文明嘅叢林主義、叢林法則。咁從羅馬帝國而家咧就遺傳到去美國嗰度啊，可以見到咧美國都有呢個政治基因。簡單粗暴、赤裸裸嘅零和博弈理念，而且咧，即係美國平時就好虛偽咁同大家講話咩平等啊、公平啊，但實際上咧就係叢林法則。大家見到啦，幾咁雙重標準啦，幾咁虛偽啊！咁布林肯嘅餐桌論咧，就係喺星期六小組討論嘅會談上面提出嘅。當時咧，主持人就講到中美關係緊張，導致到咧更大嘅分裂嘅時候，仲話咧，兩國都正係爭奪緊盟友，於是咧就問到布林肯，究竟美國而家咧受到幾大程度嘅挑戰啊？咁布林肯咧先至承認啦，喺爭取更多盟友方面嘅競爭咧，美國咧的而且確係遇到挑戰嘅。咁佢仲話咧，今屆咧美國政府咧對於盟友伙伴進行咗唔少嘅投資，咁啊即係希望咧透過咧經濟嘅措施啦，就去利誘到佢嘅盟友咧同佢企喺同一邊嘅。咁但係咧隨即咧就話風一轉啦，可能咧呢個策略都相當之唔成功，所以咧發狼嚟啦。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唔坐喺餐桌上面咧，你就會出現喺菜單上面。咁呢句說話咧，其實就係西方嘅一句諺語啦吓。咁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一個人想影響一項決定嘅話咧，咁就要坐喺談判桌上面，否則咧就好似菜單上面嘅菜咁樣，俾人哋咧就咁點啦吓。咁利益同埋權利咧都會係斷送喺人哋手上面，你嘅命運都唔係由你掌握。但問題就係咧，美國現時咧視我哋中國為最大嘅對手，自特朗普時代以嚟咧，先係對我哋中國嘅貨品嘅進口進行咧徵稅。而且咧，亦都因為咁而挑起咗貿易戰。咁隨後咧就挑起科技戰啦。咁喺地緣政治方面咧，就進行全面圍堵。對於違反佢單方面制裁嘅個人同埋實體咧，美國都一樣咧係予以打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美國所講，如果佢同我哋中國一齊企嘅話咧，就會出現喺個菜單上面。即係唔單止咧冇一啲嘅經濟利誘啊，仲會咧被經濟封鎖同埋制裁。呢個叢林法則思維咧，一向都係美國嘅政策，而佢係話咧，用佢嘅諗法，而家咧就安咗喺國際體系當中。佢嘅規則咧就係所謂嘅國際規則，以美國霸權為基礎嘅國際秩序。所以咧呢一句嘅諺語加埋咧響國際體系上面，
就似乎咧被美國代言咗個國際體系咁。而佢呢句説話咧，正正咧就係指嗰啲中美之間而家咧係處於觀望態度嘅國家咧，要盡快靠邊站，否則咧就會同我哋中國一樣咧，成為菜單，被美國食咗去，任美國魚肉。咁布林肯之後仲話咧，對於其他國家，關鍵咧唔係要求佢哋咧企喺邊一邊，而係咧要提供一個好嘅選擇俾佢哋。布林肯口中所講，向佢嘅盟友提供所謂嘅好嘅選擇咧，就係唔被美國食。咁好明顯，美國想講嘅咧就係順佢者生，逆佢者亡。嗱，但係咧，我都會同大家探討下，究竟逆美國者係咪真係亡啊？咁呢個咧就會留待喺之後嘅章節。嗱，美國嘅餐桌論咧，簡單嘅意思就係咧，一係做食人個，一係咧就被食。嗱，美國咧就叫佢嘅盟友咧就好似森林野獸咁做食人嗰個，但係咧，我想同大家指出啊，美國嘅胃口咧只會越嚟越大嘅啫。嗱，試想下食完台上嘅嘢，食乜咧？咪望住餐台上隔離嗰個人咯，係咪？咁啊，事實上咧，呢個情況咧唔係冇發生過噶啦。自冷戰時代結束咧，世界就進入咗美國一方稱霸嘅時代。美國為咗保持自己嘅霸權地位，對任何潛在嘅對手，以至曾經或者咧係現時嘅盟友咧，都係毫不留情面咁樣出手。嗱，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張相啊，咁啊都好圖像化咁樣表達咗咧美國口中嘅所謂餐桌論啊。呢張相咧就係1985年嘅時候影嘅，當時美國總統列根 Ronald Reagan 佢旁邊咧就坐咗日本嘅首相。之後咧，好快咧，日本就被食咗啦。喺呢一次嘅 G7 會議上面咧，就定調咗之後簽署被譽為令日本衰足咁多年嘅廣場協議。上世紀80年代，美國為咗解決自己嘅巨額貿易赤字，就同日本等等嘅國家咧簽訂咗廣場協議。結果間接導致到90年代初日本嘅資產泡沫爆破，亦都拖垮咗日本嘅經濟。日本之後咧就衰足10年啦，就係即係坐喺美國隔離嘅啫嚇。咁可以見到咧，美國食完蘇聯，食到咁上下，就到日本。餐桌論嘅講法咧，根本其實咧就錯嘅，因為對美國嚟講咧，歷史話俾我哋聽，無論坐喺邊度，無論你係坐喺凳上面喺美國隔離，定還是係喺餐桌上，都會被美國食咗去。只要佢有利益啫，佢都唔會理咧，究竟係咪同你係盟友啊？所以咧，同美國同台咧，終究有一日咧會成為菜單嘅。咁啲黃媒西媒咧就話布林肯嘅餐桌論咧就嚇親我哋中國。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大紀元嘅 friend 啦嚇，咁佢就話嚇親我哋嘅領導人啦。咁啊啲西媒黃媒咧其實都唔做功課嘅。事關正如我頭先都同大家講啦，布林肯都唔係第一次講餐桌論㗎啦。同埋講真，美國咁霸道，我哋又唔係第一日先知。美國好似叢林嘅野獸咁冇性，我亦都唔係第一日先知。咁啊點會嚇親我哋啊？我自己覺得咧，嚇親嘅係美國嘅盟友，因為美國咧只係逼佢哋揀，想而家俾美國食，亦即係咧唔同美國企埋一邊，同我哋中國企埋一邊，定還是係之後至俾美國食，好似80年代嘅日本咁。咁啊，真係而家死定係遲啲死，真係點都死。但係其實咧，點解其他國家要揀條死路咧？我哋中國正正就為其他國家提供咗另一個選擇，俾大家將自己嘅命運掌握喺自己手上面，而唔係咧交託俾美國去控制。點解自己唔掌握翻自己嘅命運，要交俾美國咧？我覺得呢個咧議題正正係唔少國家要問到自己嘅。點解要一味跟住美國咧？跟住美國有咩好處呢？會唔會最後同日本一樣係同一個命運呢？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華春瑩啦，咁啊雖然咧調咗崗位少見咗啊，但係其實咧華春瑩咧仍然係我哋外交部部長助理同埋咧發言人，而佢咧亦都係重點咧經營佢嘅社交平台，經常咧就喺社交平台咧發表外交相關嘅動態。咁華春瑩咧喺2月22號就喺社交平台咧貼出一張對比圖。華春瑩貼出嘅對比圖咧，見到左邊就係我哋國家外長
王毅。佢就話多輸唔係理性嘅選擇，共贏先至係人類嘅未來。右邊咧就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咁布林肯咧就特別咧係用翻佢之前嘅餐桌論啦，就話喺國際體系當中，如果咧唔係喺餐桌上面，就會出現喺菜單上面。所以咧呢一個章節咧就好重要啊，就透露咗咧大國博弈，中國同美國截然不同嘅相處哲學。華春瑩就話咧，2024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凸顯咗外交十字路口，亦都問到究竟我哋中國嘅哲學定還是美西方嘅哲學應該用嚟塑造我哋嘅未來。環球網報咧就報道，我哋王毅外長日前咧喺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嘅中國專場嗰度咧就發表咗主旨講話，就話各國應該尋求共贏，避免多輸，團結合作，同舟共濟，為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為人類創造更美好嘅未來。咁喺2月18號咧，我哋王毅外長喺西班牙對住媒體提問嘅時候咧，都特別重申多輸係我哋各國必須堅決避免嘅結局，應該咧喺維護自身利益嘅時候，亦都兼顧其他人嘅利益，喺尋求自身發展嘅時候，促進共同發展，從而實現共贏。咁喺較早前嘅一日咧，喺2月17號咧，布林肯正就係喺慕尼黑安全會議小組度發表餐桌論。咁所以咧，好明顯咧就係一個回應啦。咁究竟想共贏定還是係走翻條舊路，得美國一個贏呢？如果經過細心分析又學識歷史嘅話，我相信冇國家會唔識揀啦。而呢一章節咧就會同大家分析下，信美國者既然咧唔一定生，逆美國者又係咪一定亡呢？最重要嘅係咧喺呢一個年代啊，我哋中國崛起，仲要唔係美國咧，係可以繼續話邊個死就邊個死。所以美國咧唱衰我哋咁多年都好啦，實際上咧我哋都仍然未死。而前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羅奇啦，早前喺《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標題就係 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佢就話佢好傷心咁講啦，香港已經玩完啦。呢個講法咧又係陳腔濫調啦。按啲西人嚟講咧，其實咧佢哋都唔知講我哋香港死咗幾多次噶啦。97年回歸咧又話我哋香港死，國安法一出咧又話我哋香港死，而家又話我哋香港死，即係點樣可以死完又死咧？我哋真係好多條命啊！即係唔識啊，俾佢嚇死啊；識啊，真係笑死啊！同大家回顧翻咧，1995年美國財富雜誌 Fortune 就刊登咗題為《香港已死》嘅封面文章。仲話咧，香港回歸之後咧就會日漸衰落，一時之間咧呢一個嘅論調就成為咗西人輿論嘅定調，一直咧喺度唱衰我哋香港。之後咧呢本雜誌咧都有因為呢篇文章而道歉嘅，而財富全球論壇喺2001年5月8號至到5月10號咧更加咧係移師到我哋香港嗰度舉行啊，證明我哋香港回歸之後未死啦，係咪？咁當時有記者咧就問到，話到我哋香港已死嘅呢篇文章嘅作者路易斯克拉爾咧，究竟佢點樣睇我哋香港？咁當時咧呢個作者咧就非常之尷尬咁話，都覺得我哋香港唔錯啊，係咪先？即係如果已死，點樣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度搞論壇咧？係咪？而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執筆呢篇報道嘅記者咧喺2007年3月10號就因為心臟病發喺紐約嘅屋企咧過咗身，終年71歲。有唔少嘅評論文章都話，如果佢而家仲係在生嘅話咧，再次嚟到香港，唔知道佢又點答咧？咁而家羅奇咧又話香港已經玩完，呢個論調咧就好似重演咁啦，成為咗西人輿論唱衰我哋香港引用嘅句點。西人咧真係唔悶，我哋都悶啦，係嘛？大家咧都用唔同嘅方式咧，我見到喺呢幾日咧去反駁羅奇嘅香港已經玩完嘅論述，用到啲嘅經濟理論等等，我就想同大家喺呢一個章節用啲淺白啲嘅數據同大家分析。美國財經商業雜誌福布斯日前咧就公布咗年度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頭5位咧係不變嘅，李嘉誠就繼續蟬聯首富，身家咧比起上年就跌咗28億，去到362億美元。
恒地創辦人李兆基咧就以身家270億美元，亦即係大約2106億港元咧，就繼續排第二。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家族咧就以221億美元，亦即係大約1723億港元，就位列第3位。按年咧就係分別減少咗11%同埋23.5%，少咗33億同埋68億身家嘅。第4至到第10位依次序咧就係已故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同埋佢嘅家族，九倉前主席吳光正，華人置業創辦人劉鑾雄，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今次咧仲有第一次上榜，包括咧有排第35位嘅維港投資 Horizons Ventures 嘅聯合創始人，亦即係李嘉誠嘅拍檔周凱旋，佢身家咧都有23億美元啦。即係咧，雖然李嘉誠嘅身家咧係有減少，但係佢嘅好拍檔咧就晉升富豪榜。50大富豪榜整體嘅財富咧就下跌咗9%。係咪就代表羅奇所講香港已經玩完咧？環球經濟咧，大家見到都係蕭條噶啦，呢個現狀咧都係普遍發生緊。所以咧去睇呢個富豪榜去分析嘅話咧，就應該係以跌得少當係贏去睇啊。50大富豪榜整體嘅財富咧下跌咗9%，以恒指過去一年嘅跌幅29% 作為參考咧，數字上富豪嘅身家已經唔算跌得多噶啦。就連西媒自由亞洲電台咧都係咁講啊，即係幾自打嘴巴先得噶。即係證明富豪喺香港嘅生活都係相當之好啦。已經反駁咗羅奇所講香港已經玩完嘅講法啦。第二度咧，尤其係美國啊，其實咧個跌幅更加誇張，而且咧可以用大執位去形容，證明對有錢人嚟講咧，我哋香港嘅營商環境咧都係相對穩定嘅。睇翻上年年底嘅分析，根據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嘅統計就顯示 ，Tesla 嘅創辦人馬斯克身家咧就喺過去一年蒸發咗1250億美元，亦即係大約9760億港元。講緊咧係縮水咗1/3，30% 以上。跌落咧全球首富嘅寶座。被著名奢侈品牌 LV 嘅擁有人阿爾諾家族咧係取而代之嘅。而呢個富豪榜咧有好多人都係非常之重視嘅，特別係咧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佢幾十年嚟咧努力不懈咁樣咧就同佢嘅支持者講啦。呢個富豪榜正正就係衡量佢嘅能力嘅標準啊！甚至咧係不惜對記者去講大話，令到自己嘅名次咧可以喺富豪榜提高一啲。所以特朗普係非常之重視呢個富豪榜嘅。但係咧喺呢個富豪榜上面咧，特朗普直頭咧就係出局啊！可以見到咧，美國咧對富豪嚟講咧真係大起大落嘅，而我哋香港喺環球經濟低迷之下咧，都相對係平穩。李嘉誠都只係下跌咗大約7%嘅身家，可以見到咧都係好好嘅風險抵禦啊！同大家咧橫向咁樣分析完，大家都知道咧唔同經濟體咧而家嘅情況係點，亦都可以咧係縱向咁分析一下咧同一個人佢嘅排名有啲咩唔同啊？2020年咧，李嘉誠一度咧都係失落蟬聯21年嘅首富寶座，輸咗俾李兆基嘅。而目前咧見到李嘉誠咧已經係捲土重來，就算咧今年嘅身家係下跌，但仍然比起2020年咧係多咗68億美元。睇到呢度啦，即係大家都可以問，點解仲話我哋香港嘅商家冇前途咧？係嘛？李嘉誠嘅情況都話俾大家聽，香港係一個好好嘅營商環境啊！而被蕭若元講到咧已經冇新聞價值嘅華人置業創辦人劉鑾雄，被蕭生登一登。蕭生咧話到劉鑾雄先生咧就冇乜新聞價值，但係咧劉鑾雄先生又見報啦。仲要咧蕭生所講咧，佢淨係識得炒下地產，冇咩成就。而劉鑾雄而家咧就繼續喺富豪榜，大家話幾咁好笑先得㗎。記唔記得咧？我都有同大家拍片講，上年年頭咧，劉鑾雄召開記者會澄清同佢嘅前女朋友呂麗君咧就冇復合。之後就非常好笑啦，因為咧人哋感情事啦都唔涉及政治啊，但係燈神蕭若元咧就拍片就話大樓咧
又躁狂症，又扮晒同大佬好熟咁，咁啊好好笑啊！咁當時咧，劉鑾雄先生咧就先係表明自己咧並冇躁狂症，咁啊指名道姓咧就話蕭若元咧係屈佢，而且咧仲講到咧佢根本就唔識蕭若元啦。嗱，其實咧劉鑾雄先生啊真係唔使咁認真嘅，因為佢可能唔知道燈神蕭生咧係出晒名，話有嘅嘢咧就真係冇咁解。咁啊劉鑾雄先生咧就話好同情蕭若元，佢就話蕭若元個仔同埋佢嘅家姐間公司破產，而蕭若元自己咧又生意失敗，走咗去台灣。劉鑾雄先生咧就話幫過咁多貧苦人家，就唔介意幫埋蕭若元啊。佢就話蕭若元咧揾食咧都去第二個嗰度揾啦，就借劉鑾雄個名喺度講三講四啊。咁但係劉鑾雄先生就佢都理解，都好同情蕭若元嘅，因為蕭若元咧都係撈唔掂，所以咧先至要去台灣啊。咁啊好好笑啦！之後咧燈神蕭生咧就嘗試拍片拿翻紮沙，硬係都話自己咧同劉鑾雄好熟啊，又話咧劉鑾雄咧淨係識得炒下地產，咁啊發晒老脾話咧睇唔到劉鑾雄咧有啲咩成就喎。嗱就係噶啦，蕭生燈神話見唔到，就即係有噶啦。劉鑾雄先生被燈神蕭生講一講話佢冇成就啫，嗱即刻咧繼續蟬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啦。所以呢兩日咧，燈神蕭生拍片質疑我佢係咪愛國者咧，咁就啱啦。燈神蕭生話我唔係咧，就真係證明我係咯，係咪？都唔使我自己去反駁啊。嗱，如果我唔係愛國者嘅話咧，咁都幾大件事嘅，因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仲有非愛國者坐喺立法會喎，大家話係咪？嗱，咁蕭生咧就喺佢嘅 YouTube 頻道嗰度咧就話到好憎我啊！好啦，出咗呢條友啦，陳詠欣我好憎條友。嗱，真係唔講都唔知道咧，蕭生咧個狀態差咗咁多啊，好似瘦咗成個碼咁，而且咧精神狀態都唔太好。陣間都會同大家咧有視頻咧就直接分享一下。嗱，我自己咧都多謝蕭生咁樣登一登我。如果佢話中意我嘅就大鑊啦，因為敵人越係憎你咧，就證明你越係有威脅，證明咧你越係做得啱。敵人中意你嘅話，讚你嘅話咧，你至要驚啊吓！你做得好嘅話，敵人梗係會唱你啦，你做得唔好嘅先讚你，希望你繼續做啊嘛，呢個道理大家都明啊。敵人唔談論你嘅話咧，你都要驚，證明你冇乜影響力，冇乜知名度，所以咧我就唔介意咧我嘅政敵多啲講我，咁都證明咗我嘅工作到位啊。咁我淨係介意咧，如果蕭生話我掂嘅啫，咁就要驚。嗱，我相信咧佢曾幾何時都覺得自己嘅仔蕭定一咧係好掂嘅。咁但係佢個仔咧都唔知被申請過幾多次破產啦，係咪？嗱，相反啦，蕭生咧就話劉鑾雄冇出息、冇成就，但係咧劉鑾雄先生咧就穩穩定定地繼續做富豪。咁我真係咧要多謝蕭生唱衰我，唱衰香港，唱衰23條立法。咁啊，大家就知道咧，佢唱衰嘅嘢結果都會係好嘅，真係用心良苦啊！而同一條片咧，蕭生咧仲諷刺《東方日報》，暗示《東方日報》咧就造反。但係咧，東方咧就唔知點解冇事咁嘅意思啊！我哋去片聽下。政府聽唔到，咁我就唔知啊。最勇於批評政府嗰個，我一定要講係《東方日報》啊！我高度表揚《東方日報》噶，啲《東方日報》冇事啊！啲《東方日報》冇事啊！啲《東方日報》冇事啊！似乎蕭生咧就好想《東方日報》有事咁啊！咁啊，點解咁大牙齒印呢？可能因為咧有2單關於蕭若元嘅醜事咧，都係靠東方同我哋報導出嚟，令到我哋知道。咁但係東方咁樣間唔中寫下蕭若元啫，蕭若元都咁嬲咯喎！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時時刻刻都喺度笑緊蕭若元，咁都明白點解佢咁憎我嘅。咁啊，講下東方報導蕭若元先啦。一單咧就係蕭若元走咗佬去台灣，東方就報導話咧，因為股壇貼士亂咁俾，所以咧，蕭生就喺台灣街頭被當地嘅黑幫毆打，咁啊皮肉之苦都算啦嚇，仲要咧係即係啲精神上嘅打擊啦。因為咧報道就話咧，蕭生咧就被質食狗嘅糞便啊，咁啊真係非常之慘啦，咁可憐啊一個老人家。而另一單咧就係上年年底，屢傳出財困身處台灣嘅網台負責人蕭若元咧就着住病人嘅服飾，咁啊一臉頹樣咧，就喺 YouTube 頻道嗰度發布新嘅影片，自稱咧喺聖誕前夕咧就向心臟科醫生求醫，做埋手術嘅。嗱，唔係東方報道嘅話咧，我哋都唔知啊。咁都解釋咗點解蕭生又瘦咗，狀態又差咗啦。呢
點咧，我都覺得蕭生真係臨老咁嘅樣，都真係非常可憐啊！學阿劉鑾雄話齋，咁啊劉鑾雄先生仲話咧，燈神咁嘅年紀咧，要日日拍片揾食，非常可憐。嗱，我就覺得咧，蕭若元病住都要拍，就仲可憐。而且咧，喺佢嘅影片入邊咧，就唔係純粹論證嘅，佢仲會賣埋貨、賣埋藥丸。咁啊，名副其實嘅蕭若元啊，蕭若元。咁佢代言啲保健產品，我就覺得咧，真係個贊助人都要諗下係咪揾蕭若元去代言啊？咁嘅殘樣，仲要咧入咗醫院嗰度做手術吊命，認真倒米啊！由佢去代言呢個保健產品，大家可以想象呢個保健產品究竟有幾多療效啊？嗱，但係咧見到蕭若元都冇辦法啦，病住都要拍片，因為咧佢就係家庭支柱，個仔都俾佢燈死咗，而家咧搞到要破產，搞唔掂。咁啊睇怕咧，蕭生咧都被逼要拍多幾年嘅影片啊！我咧就同佢唔同嘅，我真係咧唔係靠拍片揾食嘅，即係你話一兩條片個別嘅流量咧係影響唔到我嘅主要收入嘅。咁我其實咧唔拍都可以嘅。嗱，真正咧拍片咧係希望繼續同大家知清原因。咁但係咧，蕭若元咧係真係要靠拍片揾食嘅，所以就日日都出片，3-4個鐘咧就出一條。嗱，我真係睇到佢都覺得佢辛苦。而且咧，蕭若元嘅狀態咧就真係差到一個點，但係咁差咧都係黃人嘅 KOL 就好笑啦。黃人認真唔講究啊，蕭若元咧就照住稿讀，睇唔到嘅時候咧就索性咧輕機唔讀，然後咧照稿讀咧都讀錯。政府硬意兼唔知乜嘢，唔知乜嘢，唔知乜嘢，唔知乜嘢。呢個陳凱欣，呢個陳凱欣。呢個陳凱欣嚇，32歲呢啲乜嘢人？哦，爸爸係香港海關人員嘅總會會長，漢奸走狗嘅後裔。屌啦精！咁都算啦，我當佢口誤啊。但係講翻佢嘅影片嘅圖片都係我啦，即係其實佢明明係想話我啊。咁點知問候咗第二個？就話陳凱欣係漢奸，真係非常好笑。一個漢奸話係漢奸，所以咧，蕭生講咩調翻轉咧去理解就得噶啦。但係接落嚟咧，調翻轉去理解都理解唔到，因為蕭生咧仲離譜到咧去創造咗一個虛構人物出嚟。我哋去片聽下。好啦，大家聽下呢個記者向工聯會追問回應，工聯會會長黃秋北。你邊間嚟嘅？關心提問嘅記者所屬嘅，永遠唔答問題。你係邊間嘅？部分傳媒，你哋唔好喺度炒作啊！呢個嘢係空降落嚟香港，呢個唔係香港人，呢個係大陸人嚟嘅，呢個係事實已經擺明喺度。咩叫事實都擺明喺度？咁蕭若元咧就話黃秋北係大陸人。咁究竟邊個係黃秋北先得㗎？真係笑死啊！嗱，點解呢啲失誤都唔剪走佢咧？可能正正就睇中咧小黃人中意聽佢亂咁噏啊！黃人首席 KOL 蕭生咧，正正就令我諗翻起拜登。嗱，我都有同大家拍片講過，喺2月6號咧，拜登喺拉斯維加斯嘅一場競選演講當中咧，就將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就講成已故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咁之後咧，又將馬克龍領導嘅國家咧就講成係德國而唔係法國。咁法國總統密特朗咧喺1996年咧已經係過咗身㗎啦，而且過咗身都已經27年。拜登就冇可能咧喺2021年 G7 嘅會議上面見過佢嘅。咁啊，真係希望拜登咧就只係講錯，唔係睇錯。唔係嘅話咧，就應該係去咗陰曹地府咧，就同法國嘅前總統密特朗見面啊！認真大吉利是，見鬼啊！嗱，拜登就話咧又老，又唔係對住稿，所以咧就講錯咗啫，一時記錯係嘛？但係蕭生明明係對住份稿嘅喎，仲喺度圈咁嘅喎，都唔知講錯啦，仲作咗個人物出嚟，真係唔知道蕭生究竟係眼有問題定係個腦有問題啊！認真好笑。咁啊又同大家笑蕭生咧，相信蕭生又會嬲咗我噶啦，咁啊又令到佢老人家勞氣啊！但係作為政治立場唔同嘅 KOL 咧，都冇辦法，佢憎我咧，至證明咧我係講得啱。咁我覺得咧唔應該驚呢啲賣國賊而唔講佢嘅，就算佢係黃人最大嘅 KOL 又點咧？我不嬲都係不畏權勢，敢於發聲㗎啦。咁我都會繼續咧俾蕭生嘅笑料大家睇嘅。我哋正正咧就係要去鬥爭解疑惑，
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面對西人同佢嘅代理人漢奸，要敢於同佢哋鬥爭。而善於鬥爭咧，就係要有理有據，仲要有咩咧？有流量啊！建設陣營嘅議員個人嚟計咧，已經算我係最高流量噶啦。要有個平台繼續咧去同呢啲漢奸西人鬥爭。如果我唔做嘅話，邊個做呢？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中意我為你嘅選材，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等更多人知道黃梅攬炒派唔想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可以幫手抵抗住一啲小黃人入到影片度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睇完呢條影片之後，記得要讚好同留言。如果未訂閱過陳維恩 Zoe Chan 嘅 YouTube 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開啟埋個通知，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感謝你嘅收睇，睇完之後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記得亦都要廣傳我嘅影片。如果未訂閱我嘅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同埋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一集再見。